第一，买，我买去买物件，我买去买物件。第二，买无，三我去中华买无，三我去中华买无。第三，买有，我买无，伊买有。第四，买，恁太太底卖果子，是无？第五，穿，穿衫，穿裤，伊底穿衫。第六，厝，这是阮厝，因厝底卖果子。第七，食，请你来食，我伫遮。第八，中华，中华肉圆上好食，中华肉圆上好食。第九，下，有两个人在食饭。第十，遐，请你去遐。陈先生有伫遐无？有，伊伫遐。无，伊无伫遐。